我，無能力用7天陪你，似一種束縛。其實誰最清楚，謊言說了幾多，手也在震，願你沒識破我。若能明白我，或能原諒我極傻，為何我要説謊？實行極很想放我，你看着我驚慌，彷徨淚盈滿腔，但真話我未講，離去之後，未來荊棘讓我孤身對抗，請刪掉我，不要回望。其實我轉世一生，情緒先敢釋放。這樣拖，大家都不好過。連你經驗走過傻，如何能與你何反駁？若這樣拖，亦算是一種怯懦。期望幸福的是你，偏始終想過。清楚，謊言說了幾多，手也在震，願你沒識破我。若能瞞着你，願能承受這後果。為何我要説？